咁首先我係非常之支持呢一項工程啦，因為確實呢項工程咧亦都係過去咧我哋民建聯喺地區入邊咧爭取咗好多年㗎啦。由15、16年嘅時間都曾經試過大塞車，塞全日嘅，由朝頭早8點塞到夜晚6點鐘放工時間都未塞完。咁呢啲情況咧過去10年咧亦都係經常都會見到。咁頭先啱啱PPT 都見到啦，好多情況咧其實塞車令到我哋兩地居民咧嘅往來咧係好辛苦。咁尤其咧因為係過去嘅規劃嘅問題，用鐵路咧分割咗兩邊南北嘅居民咧，所以咧興建呢一個嘅南北連接路嘅繞道咧，其實係非常之有一個非常之一定要去解決一個問題。所以懇請咧，希望在座委員都可以支持。一年有幾次大塞車對居民嘅影響咧都係非常之大。相信咧今一次落實咧都會令到我哋嘅居民咧都係有個好受嘅歡迎啦。但係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嗰個700米咧涉及咧係19.28億嘅個開支嘅，其實都唔係唔平。咁可唔可以其實詳細講下其實你開工嘅時間啊，其實係咪會同以往有啲唔同咧？會多啲時間去做咧？因為其實如果喺咁短時間，其實都係需要係咪可以額外多啲時間，譬如係2班或者3班嘅人手去加快佢去操作，既然用咗咁多錢，係咪可以喺呢方面去做到呢？除此之外，如果喺當過程中，其實我好擔心，其實就係因為工程始終都會有啲改道嘅措施嘅出現嘅，咁當中嘅交通嘅安排又點呢？會唔會影響到開工嗰陣？咁其實影響到仲更加塞車塞到全日都未有塞到，因為過去往往都係會影響到嘅。由呢個雞嶺迴旋處會一直喺度塞落去新運路，去到上水廣場嘅巴士站咁樣，咁幾百架巴士、小巴咁一齊逼喺度，個情況呢都係幾震撼嘅。希望呢處方呢都研究好工程呢個過程中咧對路面影響嘅安排減少最低。我係支持呢個嘅工程嘅。唔該晒，主席。喺繼續睇落去之前，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業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而睇緊 YouTube 嘅你，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再撳埋個鐘仔，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第一呢，就係嗰個，當然議員關注就係最緊要即係快啲、平啲啦咁。其實呢個我哋一路都係諗緊呢樣嘢嘅。咁所以好簡單答呢，其實喺個過程中呢，點樣節省成本呢？有幾方面嘅。第一，我哋優化設計。姚永議員都去過個場，同我哋一齊睇過啦。其實我哋第一，我哋就免去咗原本話要更改嗰個北區行人道隧道嘅。嗰個第一唔使做啦。另外一樣呢，就係嗰啲隔音屏障啦。我哋都參考咗呢，喺大頭嶺嗰度，我哋特別做咗一個風載荷測試嘅。用嗰個做一個基準啦，因為都近啦。變咗呢，對我哋第日做嗰個隔音屏障呢，嗰個施工嘅材料啊，各方面呢，都會更加精準，亦都係節省成本嘅。另一方面，頭先講到啦，我哋預早呢已經有啲提早部署，我哋同水務署、同港鐵、同呢個土拓署，我哋各方面呢，亦都有做咗一個部署呢，就係有啲嘢做到呢，就做咗先。例如頭先講中電都係啦。最後一個呢，頭先都有講，就係用一啲新科技，例如組裝合成嘅材料啦，亦都有我哋嘅承建商呢，亦都可能入標嗰陣時呢，有啲創新方法，例如吊運啊或者推橋嘅方法，呢啲呢，全部都係一來減省成本，另外呢，就係成個項目係快咗嘅。第二呢，講嗰個就係交通管理措施啦。頭先我哋講咗啦，就係對於粉嶺公路呢，其實日間個影響呢，我哋盡量係保持原本嘅行車線數目不變，唔會減少嘅。有啲個別嘅工程呢，可能喺晚間，我哋可能會減1至2條行車線度去做，但係全部係深宵做嘅，牽涉嘅晚數呢，我哋都希望唔多。所以呢，對於嗰個交通管理嗰個臨時交通管理呢，我哋有信心呢，係唔會製造到一啲新嘅交通問題出嚟。多謝主席。